班机号码是没有像华航那个 CI 什么之类的，所以他觉得说，怎么会这样？那第二个就是说，怎么会有人一下子订了9200条烟？好，那因为这是一个来澄清嘛，所以我太太就把它转给那个黄国昌委员。那这个人他的身份号？那这个是来澄清的当事人啊，所以这个也不能够就是透露他的这个身份这样。他是在正来党过程还是？在事务所，我新竹事务所，对。或他很关心说泰律的安危是吗？应该是就是说，本来我们律师事务所嘛，那有人来澄清的话，那这个也是一个本来就是，然后他有这个应该是有弊端所以我们就是转给我们党内的立委这样。太太跟这个人认识？应该不认识，应该不认识。那当初怎么想说转给黄委员或是其他人？因为事实上，黄委员他本身他也是那个律师嘛，那他也学法律所以基本上因为那时候我在美国我不在，所以就是说本来而且黄委员就是说对这种弊案他非常熟嘛，所以就是请他来处理这样，就是说，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说到底这个定的人是何人好，那到底说这是总统专机或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其实是不了解，就是经过黄国昌去调查之后才了解。那有详细的时间吗？是什么时候来？7月11号，7月11号，我记得我那时候在美国，然后我就收到我太太的讯息，就是说那个国昌，就是说他已经转给国昌了，有这样一件事情。那后来国昌有跟我联络了，他就说他就是开始去市调站嘛。他应该是去新北市调站，然后他后来他也一直去机场盯梢，对。一般人都会怎么说？不会把这个来源讲出来吧？你怎么会说是？没有来源，没有，应该是说来源是陈请的人那本来事务所基本上就会接受各方的这种陈请或者是案件或者是来说要咨询。不过就是黄国昌直接讲说，他都不敢说是。他在开玩笑啦，他在开玩笑，所以这个应该是他在开玩笑。那你会提出这个算是这很有利的一个报。如果是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发展的话，当然就是要依法来处理啊。因为会有人提出原本其实政府已经要掌握情况，可是后来费了就是这边收割这样。应该是我太太接到这样的陈请之后，黄国昌去新北市调查站，才开始这个检调这边才开始侦查，我理解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可能我不知道，我理解是这样。谢谢主席。谢谢。OK。